之前刷到蘇州呢個落咗高鐵就坐遊船，直接坐住入江南水鄉嘅視頻，我仲以為係假嘅，冇諗到落咗站真嘅就係碼頭，仲係呢種全景水晶船，直接將我送咗去絕症園。只可以話蘇州嘅交通真係發達，咩鏡花水月、西園寺、鹽業之庭、寒山寺、秉燭夜遊、網絲園都喺呢度。而我嘅市中心豪宅就係佢哋正中間。離譜嘅唔係喺寸土寸金嘅古城鎮中心起一座自己嘅私家園林，而係用金箔做頂，紫禁城同款金磚鋪地，就連小説都唔敢咁樣寫。網絲園同款玉蘭，絕症園樸樹窗景，去絲園嘅水中樓台，同滄浪亭嘅煙雨江南，全部都搬入咗房間。本來要2000幾蚊一晚，今次唔單止做到3位數一晚可拆分，仲包含1日3次禮遇，淨係呢個江南早餐全席就可以吊打一眾高奢酒店。出門羅漢塔、踱步絕症園、西園寺抄經摸貓、寒山寺飲茶發呆，都喺5公里以內。華燈初上時仲可以夜遊網絲園，感覺成座蘇州都變成後花園。價格我係搞掂咗啦。室友你揾好未？